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伫桃园某一间防疫旅馆爆出已经有8个病例啊，但市长也把这个事件认定做是环境群组感染，目前也正在追查感染原因。高雄的科技公司旗下设想造成高雄的厝价抢悬，另外央行为着要压厝价限制好业主甲买第三间厝的贷款，上济贷款大4成。真侪店家发讲要起价，政府的稽查小组也要开始调查，讲这起价敢是有影有假，会先对连锁火锅店甲素食店开始查。伫咧桃园有一间防疫旅馆爆出有人确诊，下晡也甲129名旅客全部送到集中检疫所。指挥中心调查发现，这旅馆到单已经有8个人确诊啦，其中这个机票个案所在迄层楼就6个人确诊，这6个人内面有4个基因定数拢是相像的，因此甲3个人改做是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既然事件初步认定是环境的群组感染，也会继续来调监视器，看一寡旅客敢有无正当的接触行为。先转桃园雨伞民众咧消毒，坐去游览车。桃园这间防疫旅馆爆发群组感染，有8名确诊，赶紧伫16日下晡全面清空进行清消。118间房间，129名住户全部送去集中检疫所。118个房间全部净空。那不过基本上这个社区足迹的16人的部分都是阴性。那么我们这个旅馆的工作人员的部分也全部都是阴性。这群组感染起因就是指挥中心甲桃园市卫生局追踪16851例捌大过桃园防疫旅馆，结果发现5楼甲8楼拢有1名确诊，指标个案所在6楼一层有6个人确诊，经过基因定数发现其中4人病毒数例共款拢是Delta变异株。指挥中心表示，3人会解列本土病例。他们的房间其实相对位置都相当的靠近有的是对门，有的是斜对门，或者是邻近的都有就是按16768，目前从发病日跟病毒上的一个序列特征看起来是最有可能是这个群聚事件的一个指标上的一个个案那至于在里面判定是环境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根据2个理由，一个是在员工他就全部的 PCR 是阴性。然后第二个全部的来的这6间里面的人，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指挥中心也初步定调是环境群组，专家会调监视器，调查这人带入去了后是不是有不当的接触。桃园市政府也开记者会表示，无排除是空调因素，会继续调查确认到底是人为还是环境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一个本土病例，不过伊的 CT 值是真悬，指挥中心也甲伊认定做是旧案例。另外，伫桃园发生防疫旅馆内面出现病例情形，指挥中心宣布讲，对即马开始要启动一个防疫旅馆4大强化措施，包含过年期间入境的这个检疫体检要增加到6届，做遐尼侪届，目的就是要防止这病毒进入咱的社区。国内新冠本土家庭阁曝光16摆是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按16882，80外岁本国籍女性，已经注2剂 AZ 疫苗。12月15，因为腹肚痛发烧这个症头，就医采检才确诊 ，CT 值是39.9，血清检验 N2倍抗体阳性，疫情指挥中心研判是旧案。检验的部分，2次的 CT 值都非常的高，以及有这个血清 N 蛋白阳性的部分是研判为旧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新增加一个 Omicron 确诊个案，是按16855，本国籍50外岁男性，捌做过2剂 BNT 疫苗，12月12入境采检确诊 ，CT 值是27，这是国内第4例境外移入 Omicron 确诊个案，好甲在拢伫边境成功拿查。累积现在总共有4例的 Omicron 的境外入病例都是在边境入境就已经拦截到分别来自史瓦蒂尼、英国，还有2例是美国。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病例一直维持2位数，佮加上桃园爆发防疫旅馆规定感染，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启动防疫旅馆4大强化做法，严守社区防线，包括春节检疫3方案入境民众，增加入境了后公费快筛的频率，等厝了后居家检疫会加强查核，违规的会加重处分。防疫旅馆会特别邀专家做全面查核，像讲通风的部分空调换气，会请劳动部职业安全所协助。
检视，民众伫检疫期间若是有症头，一律爱进行 PCR 检验。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检疫或隔离的期间，有症状的时候，那一律都要采。将来后来要移动做一个集中检疫的时候的帮助，可以让这样的疫调能够做得更精确。陈市长强调，春节检疫3方案会伫入境日做一届 PCR 检验，每3天做一届 PCR 检验，也是公费快筛，一直到第21天自主健康管理结束前，也需要搁做一届公费快筛，拢总爱检验6届，希望会当量早找到病源，降低防疫旅馆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讲，对20开始开放到少年囡仔会当注第2档 BNT 疫苗。台北、台中、宜兰今仔日是早大先开始甲学生囡仔注啊。化工技校是台北市头一间甲囡仔注第2档 BNT 疫苗的学校。另外，针对到高中这个年龄的查甫囡仔来注第2档的 BNT 疫苗，较容易引起到心肌炎。台北市政府有甲台大医学院合作，针对到台北市4间查甫学生较侪的学校，伫咧注疫苗进前，也个注疫苗了后的第2天，安排一寡学生来做心电图，计共有5800多名学生同意来做检测。学生排规排坐咧注疫苗，指挥中心宣布，从20开始开放青少年注第2剂 BNT 的疫苗，包含台北、台中、宜兰，10月开始来注。也若化工艺校称做北市第1间注第2剂 BNT 疫苗的学校。学生表示讲，无烦恼讲注第2剂疫苗的副作用，校回应讲，家长的配合度嘛真悬，愿意让学生来注。全校第2剂 BNT 疫苗的这个接种率有92%，嘛有做线顶的教学演练。因为我是表演者，所以那个后遗症的副作用会让我有一点那个表演的功能大大下降，所以我接种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确诊，对，因为会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出现。不二个有国外研究显示讲，高中年龄的查甫少年团啊，因来注这款第2剂的 BNT 疫苗，有可能会来出现并发症生腮火，主要是心肌炎，引起家长真担心。对这件代志，北市甲台大病院来合作，针对建国高中、成功高中、大安高工、南港高工这4间查甫学生较侪学校，因伫咧注疫苗进前，含伫咧注疫苗了后第2天，甲安排做心电图检查，拢总有5803学生有同意来做检测。做心电图其实也不是什么很侵入性的措施之类的，所以就想说，那就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那就顺着一起做。我们要建立一个台湾年轻人的这种心电图的资料库在第一点，因为在打疫苗之前先做一个基本盘嘛哈。那另外就是说，到底这个打疫苗会产生这种心肌炎的危险度多少？郭文德强调讲，目前针对高危险群的这个查甫学生做实验，让学生接种第2剂 BNT 的48小时内，搁再来做心电图，若是讲发现有心肌炎的症状，就要随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伫礼拜六就要举行公投啊，不过伫台南的南区某一条街啊，是规条街拢无人收到公投的通知单。市政府清点了后，发现有漏交去，目前已经补印也补发出去啊。不过伫咧台南的永康这个所在，确实有人收到2份的公投通知单。另外，要提醒要去投票的民众就要注意哦，这回登票下晡4点时间一到，工作人员就会徛伫这个排队队伍的上下尾，这代表讲这排队已经结束啊。袂当来投票啊！到要公投啊，警方协助护送选票，以北部到南部两区。这摆中选会提前送公投通知单，伫台南永康有民众一家3个人拢收到2份公投通知单。当初收到当然是吓到啊！奇怪，是之前那一份是错的，还是说他是要更新我们的投票所？但是我再仔细打开来看，2张其实所有的资料都一模一样，就有一点不一样，就可能字体大小而已。台南南区有一条街的选民拢无收到公投通知单，烦恼影响投票资格。市府清点了后，发现有漏交，马上补印补发。进前别人拢收到啊。但恁这条，恁这个。阮差不多差要1礼拜，有这个人去甲讲啊，伊尾仔有补印。
4大公投18就要开始，中选会为防止2018公投白大选投票乱象，增加选务人员，全国出动20万多人，调控每一个投票所选举人数，增加250多个投开票所，每一个投开票所增加2个热屏，外加一个防疫热屏，推动优先投票。那到下晡4点时间一到，就会出动队伍人员夜排徛到排列的后边。这个索取牌有很明显的一个标示，就是时间到了，排队到此为止。会站在4点的时候，已经排队的这个队末啊，最后一位队末，他会排在那边啊。之前的他们是4点钟到达这个投票场所，那是可以继续投票的。之后来的那就不可以了。按算在暗时10点进前完成开票作业，为防止中央人治作战影响公投，管局会成立防治专案加强修正，对中共加境外敌对势力伫网络社群平台利用僵尸笑话、机器人笑话散布精神甲大方向等做法，拢一叫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拜六要进行4大公投，哪力即马拢是拼性命伫咧催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走到屏东去催票，副总统赖清德伊也翕影片，用台语呼吁民众着爱出来登票。今仔日咱中国国民党朱立伦主席特别徛在车上。4大公投最后第2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直接去南台湾抢攻传统零摇票箱，为民党出发一路上报，针对国民党上大卡，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拢无正面表态支持4个动议，行动烦恼侯友宜一定加做国民党的公道扛棒。我们最后的关键只有全党上下大家一起拼尽全力拼到最后1分钟。这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政党，更没有所谓的任何的民粹，完全就是民意。除了拍片为公投3讲，中方协助公投带头人黄士修甲国民党副发言人杨锡道为公投绝食，中共党首长张孝康也前往探视去加油。而这次公投，不过可能以后永远不会有公投了。很多人说为什么？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公投跟大选分开嘛。那民进党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府院党全力动员。民进党也全力拼，副总统赖清德搁较录台语催票影片，拜托民众出来投下4个无同意。投下4个无同意，让台湾会当行入国际社会，拜托大家。医界甲民间社团也共同站出来挺4个无同意。公投呢是选政策，公民团体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黑不是附水组织的。不是来帮某个政党背书，咱听的是台湾呐，咱听的不是什么进动。公投前的关键时刻，拿了表全力，拍拼3讲，无放弃任何机会，希望会当得到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有接见法国的国民议会访问团，总统是希望讲咱台湾会当继续到后面来签 BIA， 嘛希望法国会当为着咱印太地区的和平做更较侪贡献出来。另外，美国参议院通过着国防授权法案，讲要邀请咱台湾参加环太平洋的军事演练。咱的国防部也回应讲，相关的规划会斟酌来评估。台法友好。特别以中文俄罗台法关系，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戴富杰带团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的时阵表示，这一年台法关系进步真济。法国国会2院拢通过挺台湾的决议，除了希望明年担任欧盟轮代主席的法国，会当持续推动台欧盟协签 BIA， 也希望法国会当伫印太地区做出更加侪贡献。那么威权主义的持续的扩张。民主伙伴更应该携手合作，台湾会善尽国际责任，也期望和法国和理念相近的欧盟伙伴一起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世界繁荣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Nous sommes devant vous, Madame la Présidente, animés d'une volonté de coopération utile, mais aussi soucieux de la paix. 即马国际伫关心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参议院15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将交由总统拜登签署，其中有部分甲台湾有关系，包括国会建议美国海军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演习，支持台湾自卫能力，也甲评估美国国民兵支持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外交部我们诚挚感谢美国的国会，以及对台湾在安全承诺上所展现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支持。
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相关内容，也甲邀请参与环台军演，国防部回应，感谢美国对咱友好的法案，国军会持续关心相关的细节，我会谨慎评估甲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伫咧3年前，飞行官吴彦廷伫咧这片汉光演习练飞时阵，伊使 F-16战机失去联络，落尾去弄到山壁不幸来往生。吴彦廷的爸爸妈妈认为军方有疏失，因要求国家就要赔偿。法院进前是判决，这个空军司令部就要赔偿466万，专案也是当继续上诉。飞官吴彦廷2018年6月伫汉光演习，使 F-16战机伫无计攻击的时阵不幸弄山殉职。迄时阵，伊的父母请求国家赔偿。台北地方法院认定空军司令部有疏失，要赔偿466万元。啊，你们空军要有长进啊，要有进步啊，不能说把推给已经粉身碎骨死掉的，连尸体都找不到的人。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着说今天吴爸想要钱，就是他们讲的话，我没有办法，他们讲这种话出来。后生不幸殉职，空军讲是事实原因是吴彦廷个人因素造成，毋过这讲法互因无法度接受。合议庭认为，真侪证据军方列做机密，伊的乡亲真判受证，两边存在资历不平等者因素，应该该由军方负起举证责任。空军司令部无法度证明无过失，判决空军败诉。这些证据呢，通通都是在被告的这一方，而且被告也不准原告去接触所以法官就认为说，那个举证责任上面应该要做一个转换。针对司法判决，本部尽表尊重，后续将针对部分败诉认定异议事项，严提上诉事宜。检察院调查报告也指出，这个事故监管航管人员有疏失，佮对空军司令部民航局提出纠正。家属提起国赔一审胜诉，对判决军方表示尊重，佮会做讨论，建议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人讲水火无情。10月14，高雄城中城发生火灾，造成46个人不幸来过往。经过鉴定，市政府公告这城中城大楼是危险建筑物，今仔日也开始要甲拆落。市政府表示讲，一直协助这的住户去卸住或者是安置啊。目前全高雄的危险建筑有1000多栋，也协助8成甲因斗警报器、电火或者是烟雾侦测器，也辅导因爱来改善。社单工人开始落壁，高雄盐埕区的城中城大楼，今年10月14清早发生火灾，造成46个人不幸过往，43个人受伤。大楼也因为大火损断甲真严重，经过市府判定做危险大楼，16公告满1个月后要拆除，也是住户最后搬走的期限，所以特别强制拆掉。都已经是包含罹难者的家属跟原本住在这里的人，那么都已经一一的详细的安顿在我们的所有的危楼，合计有1098户，公务局跟消防局详细的在继续清查，目前的进度已经达到890几户都已经清查完竣。拆城中城爱120个工作日，按算明年4月底完成，内底的人已经全部安置好势。然而跨区区段征收的部分，市府已经得到8成地主甲住户同意。大火了后，市府也查6楼以上的危险大楼，1000多栋已经查800多栋，有记录的大楼就先保住警器等等的设备，随后才请因改善。我只是越听越害怕。建了公园，只建公园的话，游民又会来聚集。这个拍算是袂歹，但是市府的规划啊，我相信市府某个预算啦。不过大楼拆掉了后，要变公园，附近的住户烦恼变做治安的问题。有里长是讲，各方的意见拢会当参考，落尾也是爱看市府安怎决定。我唔甘遐个人啊，遐往生者啊，这袂输阮的地方讲的。住较久啊！看这住10几栋的大楼，今日历史，住户知影这是无法度的代志，不过有关心稀微。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个富人人昨坐公车经过新北市永和时阵，却因为这个公车向打洞啊，规个人是杵出去，头壳去弄到涂骹，当场是袂顶袂当。规车旅客拢做伊落车，加在有一个小学6年的查某学生，是赶紧打电话报案，这个富人人才有受到这救护团队帮助。另外，伫表里也有一个国中的查甫学生，看到车路有一只猫仔去互车咬死，伊也甲脚踏车停伫路边，主动把这猫仔的尸体刷到路的边啊，伊的心肝也是真善良的。穿感色的衫，查某人为后壁慢慢行到头前，公车向动车，有人徛无在，塞一个甲公车门头直接拱到涂骹爬袂起来，乘客看这情形，陆续落车，边一个小学6年的查某囡仔冷静报案。喂，救护人员吗？要叫救护车吗？对。请问地址在哪边？竹林路158号。什么事情？公车上有人摔倒了。昨下国小6年，这个查某囡仔面对向发生的代志真在胆，救护车到现场，甲人送医，好甲在意识清醒，无要紧。让新北永和15发生的这个事故，救护人员即马想起来，还阁一直讹落这个查某囡仔真理智。报案人是一名小学生当下他非常的冷静，那同时可以提供现场那个完整的资讯，让我们可以及时定位那即刻派遣。苗栗有一个国中的查甫学生囡仔发现路边倒一只猫仔，好亲像去互汽车弄死。这个查甫学生囡仔骑脚踏车经过了后不忍心，特别翻头甲刷去路边才离开。附近业者调的监视器看这个行为，讲真感动。这撞到已经大概有10分钟了吧？他路过车子都很多啊，都没有人停下来啊，就只有那学生停下来而已。一般人都没有停下来了，对不对？一个学生这样停下来不简单了。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1项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肇事，无人受伤或死亡而未依规定处置者，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弄伤也是弄死动物，警方是讲，除了牵涉到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也有可能触犯动保法，甚至爱担民事责任。呼吁驾驶人无适宜弄到动物，爱先报警，唔通随便离开。即届无论是国中的查甫囡仔，还是国小的查某囡仔，所做的民众看了拢感觉值得做模范。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中有一位姓吴的老师，因为会虐待学生囡仔，去互家长投诉，伊落尾转去北京的幼稚园决策，想袂到去到别个所在，同款的情形也是来发生。这个老师竟然利用伫咧案件调查期间，讲家己破病要来申请退休。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退回申请，爱等学校教评会的调查结果出来，再来看讲这位老师是毋是爱改度评价。我们是在去年受到胡老师的伤害，接受学校的调查，然后至今1年，他也没有跟我们告知调查的结果。台中黎明国小的家长提囡仔旧年伫咧学校去互老师不当管教的相片，指控台中市政府过了1年无主动协助调查，尾手这位姓吴的老师经过学校的行政处分，记申改结案，转去侨仁国小的幼稚园继续教，结果同款传出考倒囡仔的代志。家长表示讲，这20多年来，这位老师已经换过6间学校，却继续教，批评根本是体制暗号。家长无法接受案件调查中草率的批准退休，让其全身而退，请针对胡在职任教期间造成多名孩童心生畏惧、情绪不稳、抗拒上学，给予最严厉、公正的调查及惩处。家长不满老师在调查期间竟然讲破病，申请要退休，在这个月15生效。不过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退回申请，认定老师牵涉教师法有考倒囡仔的记录，可能要改评。他是涉及违反14、15条的话，学校的那个教评会就要判定他停聘多久。那既然有停聘，暂时就不能退休了。那如果这纯粹属于教学不力或是教学不当，如果像黎明国小一样，最后是行政处分的话，那就算结案。那结案他可以提退。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即阵就等侨仁国小教评会的调查结果出来，准若考倒是事实，就要停聘。受害家长在记者会后，伫人本基金会陪同下去监察院陈情，请委员介入调查。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 Omicron 变种病毒伫咧欧洲开始传开啊。根据着欧盟嘅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嘅报告，讲 Omicron 在明年1月中会取代 Delta 变作是上届流行嘅病毒种。亲像英国和法国因嘅疫情是哪来哪严重，重症住院嘅人数是大大增加，也造成病院医疗真大负担。在 Omicron 甲 Delta 夹攻之下，英国病例数创历史新高，一天增加7.8万例。政府官员烦恼，所来期的元旦假期，人口群聚恐惊互疫情进一步拖开，呼吁民众出外聚会进前爱想好。I want to say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who rolls up your sleeve to get jabbed is helping this national effort. Omicron 在全球继续拖开，欧洲也在劫难逃。欧盟疾病预防管制中心的报告指出，新的变种真紧的取代 Delta 加做主要流行病毒株。Und die Wissenschaft sagt uns, dass wir damit rechnen müssen, dass Mitte Januar bereits Omikron die neue dominante Variante in Europa sein wird. 真侪医护人员抢救新冠重症患者，发觉疫情固定来，住院人数清悬，医护人员大概是无应该真忝。On est vraiment fatigués, on veut faire un appel aux gens qui nous écoutent de se faire vacciner, de nous aider, de s'aider. 根据法国卫生部14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伫加护病房的重症患者有2792人，有估伫元旦节甲跨年期间会超过4000大关，到时阵医疗体系恐惊挡袂牢。伫中东欧疫情也继续恶化，波兰为12月15开始实施新的防疫措施，公共场所、餐馆、酒吧、旅馆、电影院，因用的人数为50%减少到30%，已经做疫苗人无算在内。But I know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are going to hate me, but I think that should be longer, really. 这措施会实施到明年1月31日。虽然安尼，波兰目前也是未少人无愿意做疫苗。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美国批准武汉肺炎疫苗上市到今已经满1年啊！就算讲这疫苗数量真济，也有真济所在伫咧做疫苗。不过，染到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也是超过80万人，是全世界上界严重所在。而且，Omicron 变种病毒也开始拖到36个州。就研究显示讲，做过2档 mRNA 疫苗，也是无法度对抗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的传染病专家福奇伫15号表示，在做第3档了后，抗体效力就会增加回来啊。美国国会议员14伫华府国会山庄门前的楼梯为感染死亡的80万同胞默哀1分钟。1年前这个时阵，新冠疫苗核准上市开始做，美国的疫苗数量充足，而且注射的所在真济。不过感染确诊病例13已经5000万例，2021年病死的人数竟然超过2020年，其中大部分拢是老大人，也甲无做疫苗的人。变种 Omicron 病毒出现了后，目前已经拖到全美国36个州，养老院完整注射住民出现突破性感染，同时 Delta 病毒感染病毒也一直增加。新英格兰也甲中西部拢是热区，2礼拜每10万人变动平均病例数。相关的前5个州分别是新罕布夏、罗德岛、密西根、明尼苏达甲佛蒙特。有研究显示，做2剂 mRNA 疫苗，人体的保护力也是无法度对抗 Omicron 病毒。对这代志，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15号伫北京简报表示，做第3剂也就是加强针了后，抗体效力就出现回升。The Omicron variant undoubtedly compromises the effects of a 2-dose mRNA vaccine-induced antibodies and reduces the overall protection. However, as I showed on a prior slide, considerable protection still maintains against severe disease. The early in vitro and clinical studies that I mentioned indicate that boosters reconstitute the antibody titers and enhance the vaccine protection against Omicron. And so finally, our booster vaccine regimens work against Omicron.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 need for a variant-specific booster. 疫情反苦逼一寡大学只好搁挂嘴暗，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关掉校园，改用线顶上课的防疫模式。凯尔大学3天内700多学生囡仔确诊，搁出现 Omicron 的案例了后，暂时随时暂停校园所有活动，期末考也改做线顶来进行。
职业美式骹球联盟 NFL 加职业篮球联盟 NBA 也拢甲比赛延后，其中 NFL 感染的球员达到几60个，这是疫情发生2年来上界严重情形。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最近，咱大家拢会当听到讲，倒一间店要来起价，要起偌济。不过政府也发现讲，这个原物料根本就无明显的起价，为什么这个店家会来起价呢？行政院即马要由这个物价联合稽查小组来查，会先去查连锁的火锅店甲素食店。另外，也有旅游业者表示，有一寡活动会因为防疫限制，这人数就要减，这成本也会增加伫消费者的身躯顶。粉鼎集团旗下的透色万豪邮轮，自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停航到今停靠伫基隆母港7个外围，即马已经得到指挥中心许可，将伫明年1月复驶。初期是环岛行程，3月以后，淡薄季风险调才会开始调岛推出离岛行程。业者表示，因应疫情，邮轮将会依照指挥中心规范降载，原本容纳量3000多人，初期会降载到200人，后续若疫情降级，佫渐渐恢复。相关的管制措施相对来严格所以民众在搭乘邮轮的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因应的这样的个人的这种健康检查的因素，必须额外付出费用。成本增加，那是所有的产业都面对到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增加附加价值。针对最近民生物资陆续起价，行政院召开专案会议，就餐饮起价进行讨论。因为跨部会调查显示，顶由各类经营的肉品、菜色水果无明显价小波动，所以将由法务部成立的跨部会物价联合稽查小组，针对连锁火锅店、素食店、特色料理餐厅进行头一波的稽查。近期民生餐饮业是有一些涨价情形，看起来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生产端跟消费端的价格的走势却有相当的差异。如果说是遇到就是原物料没有涨，然后用这个理由来做涨价，那我们会做一定的处理。行政院表示，今次乱起价，要依照个案认定，一旦发现无合理起价作为，也是囤积物品并情形会交由公平会也是法务部所属检调机关依法所查严办。记者综合报道。做半导体材料的公司 Merck 讲要投资高雄，其他日伫南区的高雄园区进行新厂房的动土典礼，也因为有真侪科技公司来到高雄，连带影响到附近的厝价拢升悬，甚至建商是3钱买土地。亲像公山87期的定位区，建商就来抢标，一平标到上悬有72万外，和民众也烦恼讲，这厝是愈来愈买袂起啊。高雄市长陈其迈甲德商灭客集团代表同齐动土，宣告灭客在台上大规模投资案，16起正式伫南区高雄园区动土建设。为台积电宣布伫高雄设厂了后，英特尔、灭客等半导体厂商也拢宣布投资也是设厂，互南部科技龙头慢慢的串联起来。陆科，假如大家刚刚有进来的话，也看到在此起彼落哈，都在大兴土木哈，这个加速这个建厂哈。那我们当然市政府就建立一个完整的半导体产业聚落。科技产业一直进驻，也激起抢土地。高市府第4季标售的13笔土地全部标出，既有40投标方参与投标，共标出实标13笔土地，合计标售金额为23.57亿元，标托率为100%。其中公山第87期中卫区释出的土地，因为来往桥科路口方便，科华技文化中心甲公园卖场，加上用这种类甲景观顶，以每平72.8万标脱。另外，计大约2米的林地，第1季以单平59万外标脱，每平关出大约13万。不过地价关等于是房价关，民众尤其烦恼后一代。如果以后赚钱，薪水都没涨，怎么买房子啊？买不起啊，就只能租屋啊。你房价一涨啊，薪水没什么涨啊，对不对？一定年轻人的话不容易买房子。毋但公山高市府即摆伫淡仔溪高雄大学附近释出的自产用地，因为台积电效应加上地段好，引来9间建商抢标，最后以单平60.9万标脱，关出地价36万，是当地主体用地新悬，房价一直压悬，互市府决定要推动囤房税，也毋过敢会当有效抑制房价，民众期待，佫惊受伤害。记者综合报道。
央行伫今仔日宣布修正经济成长率来到6.03%，通货膨胀率是1.97%。另外，政府为着要压促给央行施行第4批房市信用管制措施，要降低一个民众买好业厝甲第3间以上买卖厝的贷款，这厝价上悬，敢若会当贷款到4成尔。中央银行10日调开第4季理监事会，让市场预测无相关利息，利率连7季无起，顶贴现率停伫历史最低1.125%。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讲，维持政策利率无改变，除了考虑油价、收购绩效、产业回稳无平均，嘛是重要因素。各个主要经济体它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动向，如果导致了资金移动非常的庞大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针对全球经贸持续恢复，国内经济出口真烧路，政府推动振兴消费，让民众敢消费。央行预测第4季经济稳健成长，全年经济成长率收悬到6.03%，创下2021年来新高。不过，伫物价方面，受到国际油价升悬甲气候的影响，通膨率也收悬到1.97%。我们的 CPI 明年会回降。那第二个，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的复苏的力道不均。我们的服务业到目前为止因为它受创比较深，它的一个复苏的力道呢，还是不是很好。央行预测明年服务业景气回稳，加上军工高调薪，带动企业加薪。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是4.03%。另外配合政府压价放价，推出第4波房市管制，宣布自然人买高级厝提高第3户买厝贷款，最高成数一路降到4成，厝内厝贷款上限嘛是降到4成。我看起来呢，好像明年呢还是会有上涨的一个可能。但是呢，也有就是说是明年应该就是说应该会比较平缓的。但是每年房价走向，杨金龙讲，房价持续起价，不过起价幅度有较温和，表示用房价来考虑选择信用管制是不是有效，这真无合理。针对建商囤土地，即个提出买地贷款相关成数降5成，保留1成动工款，要求借款人签契约，伫一定的期限内动工。记者综合报道。反对核四厂停放，今仔日夜本界着人出面来呼吁，亲像导演关一正，伊是呼吁讲，咱着爱为着后一代来停弃核四厂。不过支持核四厂的人是话讲，台湾欠电，着爱赶紧起核四厂。反核方10日由基本界上阵，文化人柯明基比如，拿厝内底备用车，敢会比30年前倒起老油车咧？伊认为只要核四争议伫咧，大家袂去注意核废料问题，应该早日互核四终结，唔通搁找欠电这理由来复活。核四就一直是一个恐吓，就是拿缺电来恐吓，找任何理由都要给他当成一个复活的这个理由，让核四这一次。就是让他在坟墓里面就安息吧，不要再出来作怪。北区区卖核四5六运动的导演关一正讲，车诺比甲福岛核灾已经互大家了解核电的恐怖，想不到核四封存这么多年了后，也有人想要停放。伊强调讲了离台北真近，无希望后代要为核灾来烦恼受惊。那里发生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全部都要离开，等于台湾就没有北台湾了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针对国内欠电严重的讲法，经济部真侪摆说明台湾无欠电，礼拜二停电甲欠电无关系，哪只是欠电都支持3家。如果大家会担心缺电的话，那更应该让我们的3街赶快把它盖起来。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来稳定的供电。核四要重启的话，至少要10年以上。杨汉桥也发新闻稿批评马前总统故意引用无正确资讯，混淆中期核四甲使用核能这2件无同的代志。重申核四还未达到安全标准，也毋是真经营运转的发电选项，更毋是现阶段电力需求的适当选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4大公投案内面的公投白大选，事实上上头在咧2003年制定通过的公投法，无论是成案或者是这个通过限制，拢是真悬。经过2017甲2019两届修订，即马这届这个案件要搁再针对着公投制度本身进行公投，嘛凸显社会各界对公投制度的设计甲了解程度，也搁伫咧调整。所以也只有公投
12月18公投，国民党江启臣提出的第19案公投北大选，正方提出会当节省成本、提悬投票率。不过，官方用2018年的公投反击，表示北大选造成选举混乱，议题失焦点。不过，长期伫民间推动公共议题讨论的洪丽秀，对正反双方的论点拢有基本。你既然你要落实这个民主，你有可能就这个成本的代志，你就爱摆伫上尾啊。参与的人嘛会较侪啊，是真正的投票的比率嘛会较悬。啊，问题是你比例较悬，问题是遮个人是摕小抄来的，安尼是要安怎？你若是会当讲，大家是因为伊关心这个议题，然后伊就想要参与，伊想要好好啊表达伊的意见，安尼是感觉好。公投制度是人民表达声音的一个管道，是油门也会使是动压。公投案基本上分4种：法律的复决、立法原则的创制、参重大议题的创制甲复决。民众若无清楚公投提案内容、实际法律效果，就演变成就算公投通过，政府嘛无听民意。以第10案为例，当时的题目是：你是否认为民法应该限定在民法的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它题目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说，你是否开放民法让同志结婚，还是你只开放专法？会发现当时的氛围就是，我们要来投票反对同婚哦，所以这个命题呢，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呢被扭曲了。所以新的公投法的要求讲，你在搞这个法律效果写详细、写简单的，啊，袂当条文嘛袂当公投的内容袂当伤过复杂，跟住双重否定。除了提案内容，也有成案到投票的时间上短，立法院对公投案的态度无够积极等等的问题。因为公投法规定讲，你若种立法机关有当这个期间内有提出对案，其实是免办这个公投啦。对，所以要个到目前来讲，感觉无这种情形发生。但台湾感觉立法院感觉无件代志啊，就互这公投继续去行嘛啊，所以我感觉，立法机关应该都爱立法院啦，应该都爱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啦。公投往往会画上一个等号，就是等于全民的意志。但其实仔细一想，提公投的人恐怕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有额外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人。也许就不是大多数在忙工作的人，他们会在意的想法。那一旦大家对那个公投题目之后又没有时间去做细部的检查，那我们很可能在无形之中就慢慢的就等于是帮精英分子做背书。甲国外相比，台湾的公民投票行甲也无算远。如何实现直接民主的价值，也需要大众谨慎思考。为地方发展到国家政策，手中的迄一票投出的拢是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记者由苏晴、谢桂林台北报道。讲到今年年中的时阵，疫情当咧紧张，真侪学校拢改做线上教学。不过，对偏乡的家庭来讲是真艰苦的，可能因无设备处理无网络，或者是无相关的知识袂晓使用。然后打开镜头，让老师看到自己，然后拿出课本跟铅笔、擦布，然后开始上课。伫咧黑暗的环境上课，无电脑，敢若会使研手机啊，这是偏乡囡仔伫疫情期间的日常。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统计，因为疫情期间需要线顶教学的是只有3成的偏乡囡仔有家己的电脑，也是白帮电脑；2成的囡仔敢若会使使用手机啊上课。就算有设备，嘛敢若一半左右的囡仔厝内有网络通使用。我使用的设备是我父母的手机与家中的笔电，但是因为我们家也有人在使用线上上课，所以常常有网络断讯。寄来的东西它的那个软体的一个配备跟学校的一个所使用的那个线上学习的教学，事实上是有落差的。学区的家长针对这方面的话，其实作为自学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行政院今年11月推动逐班有网络、逐人用白帮政策，希望让偏乡学校每个学生都有白帮电脑通使用。不过联盟表示，就算学校有网络，学生有白帮电脑，也可能遇到学生厝内无网络通用等等的问题。借了这个平板回家，也会还有连线的问题，会不会操作的这个问题。偏乡的孩子，如果以前他们并没有习惯数位的学习或上网这件事情。
性。那临时这个疫情来了，的确是非常的困难。联名建议中央平常时就先安排学校演练，排除线顶教学常常拄到各种问题，确保学生的学习权利。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听力受伤的民众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身体关即马推出手机视讯翻译服务，逐礼拜二甲拜四早起，听障者会当透过线顶手机翻译人员的协助来甲别人沟通。听障者利用手机透过视讯，用手语甲服务人员沟通，免偌久的时间，就解决要看医生挂号的问题。对有需要手语翻译的民众是真方便。有啊，以前那个挂号常常误会啊，挂不到号啊，现在有手语翻译之后啊，就可以让我们沟通无碍，然后现在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了。不然真的以前老是这样有沟通上的障碍，对，还好有他们帮忙。新竹县有3000个听力甲语言障碍的民众，县政府特别训练手语翻译人员，逐礼拜2甲拜4提供免费手语翻译服务。就是除了固定的这24这样的时间之外，我们其他如果我们听这样的乡亲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我想不管是在相关的一些就业或者是就医或者其他的生活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翻译的需要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些弱势身障的朋友更多的一个照顾。有需要手语翻译的民众，只要透过 QR code， 连面就会使连线手语平台进行翻译。对因来讲，会使减轻袂少甲对方沟通的时间。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逐年拢吸引上百万人来参观。每年要搁再推出到一个彩色的稻仔田路，今仔日南英国中的学生囡仔做伙布稻仔，期待明年1月时阵会当看到真大片美丽风景。学生卡踏入去田内体验布稻仔，才知影做室内的辛苦。因布的黄仔看详细有淡薄仔无同款，是紫红色的。明年1月，这个田就会生出迪士尼艋舺经典角色的彩稻。负责设计种植的，就是这位东港的农民林清源。阮的团队来指导，包括坐标、插秧，拢阮来用。色水有4种色紫红色、黑色白色黄色，安尼互迪士尼因去景看要安怎去搭配。屏东的热带农业博览会今年是第7档，逐年的3支彩稻图拢无同，拢是林清源带农民做伙种出来的，嘛是民众上爱翕相拍卡的景点。2022年换奇妙仙子甲三眼怪等5个角色来行销屏东甲台湾的农业。开放前我们会视疫情而定，也会在做滚动检讨。防疫是我们生活的必须的。今年册活动因为拄着疫情，园区缩减嘛限制参观的人数。明年1月热带农业博览会，嘛会看疫情调整防疫措施。记者陈嘉文、刘伟做屏东报道。伫咧假期当少照一天时段，经过专业剧团3个月课程训练，甲较早生活故事变做戏剧，也甲学生囡仔做伙伫咧大树骹做公演，增加社区互动，认捌家己故事。看到这领衫，就想到讲阿母啊较早的生活。社区的时代伫大树骹来讲故事，讲因伫这个沿海砖头较早的生活。学校的囡仔就配合故事来搬戏。嘉义县东石乡招亲社区的时代，甲港期国小的囡仔，做伙用这出风吹树花咱的故事，展现因合适的成果。小朋友也会到我们那个活动中心。有时候我们就会到那个港前国小这边的那个园地场地来练习。孩子跟我们社区长辈的互动，演成了一出戏，对孩子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经过3个月的课程，这是大家囡仔唔但学会向用肢体来表演，嘛培养生活美学。替因安排课程的阮剧团表示，25个人演3段故事，为过去生活的记忆开始，一直到今嘛，大家互相陪伴的过程。虽然阿公阿嬷每一次都讲不同的台词，但是我觉得对他们以这个年纪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跟体会。从学校再连接社区，然后我们觉得这中间的过程，就是让更多人可以更体会到就是艺术的力量，然后在中间的过程，我们其实剧团也得到蛮多能量。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指出，专业人员来教民众表演，透过创意观察甲交流课程，互在地人搬在地的戏，讲在地的故事，嘛替当少增加在地认同。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
28事件纪念基金会最近举办一场彰化病患无命英雄的特展，展出着1987年到2000年台湾街头运动的过程。片呈现街头运动，民众对抗警备单位等等，搭配7点人，嘛是作曲家刘夏谦特别创作的无名英雄交响曲，呈现对改检前后到第1届进动轮替台湾街头运动的风起云涌。当时被400个政报警察团围住，结果阮尾后甲冲突了，阮嘛是甲冲破。彰化县第1届游行，就是为阮这场开始。像这场平反28群众主张公布代志的真相，还有争取农民权益、甲环保运动等等，这个事件背后，真侪抗争者虽然唔知影名，却是民主化背后的无名英雄。王金珠嘛表示，伊用6档的时间口述访谈，采访约300位基层民众，用影片、文字等等记录历史。这嘛是头届有展览，用抗争的民众做主角。遐个基层草根运动者。无名利的，咱嘛唔捌你的，慢慢来甲伊找出来，甲伊做采访、做记录。我想安尼台湾的民主运动，加一个拼图，才会当较完整。这个民主台湾的街头运动彰化宾馆无名英雄展，将把黄时代落早放伫展览现场，希望互民众感受就街头面对威权、举拳头画出家己诉求的感觉，体会台湾人一步一步行过这个路途，才有今摆的民主成果。记者陈阿文、徐凯采访报道。众朋友，咱再回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到新竹是对16度到20度，苗栗到嘉义对16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6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5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